左手香、澳洲茶树、薄荷、迷迭香。桌上这些香草植物就是制作香草糕的核心原料。大港国小的小朋友开心兴奋，将原料分批磨碎，接着放进锅子里慢熬，最后就能成为一罐罐驱蚊止痒的天然草药膏。来，女生把这个放到里面来，小心手抓起来放进去，用手抓起来放进去，好香哦。对，好来，这一次的课程是配合我们学校的家乡绘本，相遇大港这本绘本，然后我们配合这学期有做了一个相遇大港的主题书展，然后加上一些学习单，让学生更熟悉我们因为之前大港社区因为登革热的问题，那于是在大港社区有一个大港香草梦工坊这个工厂的成立。然后我们学校就在大港社区活动中心的旁边，然后旁边也有一个大港香草公园。那我们这学期就因为配合这个课程，然后有了这个活动。那现在就是让小朋友来体验这个香草糕的制作过程。大港社区在民国92年爆发登革热死亡案例，当时除了加强清消工作，社区也特别种植香草协助驱蚊。大港国小为此特别创作校本课程《相遇大港》，希望让所有小朋友都能了解这段在地故事。在民国91年左右呢，登革热疫情非常严重，那社区呢，四处求救，但是后来社区的当年的里长黄景尧先生，还有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景文先生，黄生南先生就是现在大港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他当年呢，他们3位就是一直想方法要避免那么多的蚊子，然后四处走访，发现香草可以驱蚊，所以他们开始做这个在地的产业。那钱从哪里来呢？就是当年的理事长黄景文先生呢，他刚好退休，他拿出一部分的退休金来帮助种植香草，用里民的力量自己救自己的社区，这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那一直延续到现在20多年了，这个香草产业在社区已经变成我们大港社区的一个在地的产业。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绘本，还有我们校订课程香草制作，也希望我们的大港的小朋友了解这个20多年前的故事。相遇大港内容记录家乡长辈们为解决登革热问题而发展出大港香草产业，加上大港国小香草主题校订课程，引导孩子们探索与实作，培养孩子了解家乡浓厚的人情味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能珍爱、传承及创新家乡香草产业。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